表哥，我老你讲一个非常欢喜的事情，我治了下九神风嘞。你讲乜嘅？嗯。你阿姐有神风嘞？做啊！自从啊，有强嘞，有欢喜哈。错，我千分哎呦！唔错诶，我就讲哦，我自从佢啊一天千欢喜，你看啊，佢是欢喜了。贤妃，你定係我哋阿媽送國家來去探訪。表哥，阿姨，我表哥要我下島去探訪啊，表哥你還歡喜到點起嚟冇？做唔得，你還人命關天呢，我叫親阿姨啊！太死不好嘞，阿姨！你在用情嘅途中，愛乖乖嘅，人嘅父親也見你下無閒，故所無法吐來看你。你愛放心，父親那係抵擋你嘅存在，一定會欣喜萬分。子怡呀，愛乖乖嘅哦。咦，所謂乜解？緊張你個都市呢？數表啊，無愛，表啊，無愛，係你數表啊！吃你啊！講，到底你個聲音呢？是馬上解？表哥，你讓我娘用門，你個聲音係咩嘅啊？嘛，這東西啊，萬剛講係愛嘅，你真是天性愛。哎呦，周文，你做乜嘅啊？做乜嘅？我吃死佢啦！我此心非，佢做乜嘅事情，會不要按數去呀？佢。哎呀，哪子呀？九神風嚟啊！乜嘅啊？你要神風嚟哦！錯啦！空起來！
阿姨，我老你讲哦，我哋只表哥唔伫用班啦哈，谈到牙齿咧还有太神风啊，气冲冲啊，徛倒嚟切牙齿呢。哎呦，贤妃来，阿姨满意。到底个生意咧系乜人呢？嗱，阿姨讲，阿姨今天会替你做主啊。阿姨，你也生意是表哥嘅。哈，迄也表哥嘅，家用真好啊！哎呦，聪文啊，今日老贤妃有生意呢，算讲究好事，做乜嘅怒气冲冲啊！你要保护贤妃唔真错。阿妹啊，啊，你个生意咧，唔系爱计啊。哈，表哥啊，你安样讲就唔错咧哈。牙齿咧已经有太神风咧，唔顺眼，你到底系咩男子汉啊？你啷个点去？我无做嘅事情，我身边嘅乜计啊？阿姨啊，啊我同你讲哦，你爱推牙齿咧出口去，那是无啥，牙齿以后爱用个啥？哦，安样行咯？好啦，还有俘虏啊，跟唐爷阳讲，跟你件事情，跟你唔懂清楚，错啊！跟你讲看下咧，到底系发生乜嘅事情？照牙齿咧哈有神风嘅日子来算，就迄日日唔错。哪日啦？哎呦，这5月节咩？该年啊表哥啊，我陪牙齿出门看良顺啊，途中拄到落太水啊，去凉沙就空地咧西瓜了，结果就发生人命咧。哈！唔係啦，阿姨啊，意思係講我牙齒都是了真人命啦。哎呦，你好，阿妹啊，5月节嘅日，我本来爱出去，结果啊，迄日自家人嚟讲，生理上又攀上而来，喺我留下来陪人客，我并冇出去啊。再讲用錢而家講實驗，我用會咁神情，就讓啊一個啊前輩用人做嘅婦人來呀。哎，对哦，我哋也想起来咧，5月节啊，确实又该补上来啦。是啊，你们冇出去啊？你冬天啊，系唔系有乜嘅误会啊？好，阿姨呀，我知啦，你就會終止放行啦哈，牙齒嘅生死你就唔可以管啦，放飛我嘅阿爸阿妹啊，將因嘅肢體了解本兒管啦哈，家三家呀也本兒管，原來你對因嘅同事係假嘅呀，哼，我托因嘅家產係真嘅，你那是冇信你冇相干，那這下就馬上出去我背所在老人講，哈。你就呀，望門配你呀，阿姊，你就可憐，唔知本馬殺水氣咧，還叫生人咧。來看，為到本了做生人咧，冇阿爸，來較委屈的，做生人的阿爸。好咧，俘虜啊，莫亂講，阿姨呀，我會處理啦。中文，你過來，阿妹，係呀，今半日嗬，呢件事情啊，做係算啊，唔係雖然係牙街，為到愛顧賢妃嘅面子，你也一聽到聲音，個雖然係牙街啦。阿妹，你係聲音，你明明就唔係牙街，為乜嘅一定愛嘅聲音啊？你那唔聲音？一天也愛聲音，那麼你就對阿妹不好啦。不好哦，我冇聲音，就係我不好，你真是欠死我呀！哎呀，中午啦！哎呦，賢妃來啦，你睇怪掉，冇相干。阿姨呀，一天我很中文，好好讓你照顧，你做你安心啦啊！多謝阿姨做主。錯嘛，
俺用这个爱最公平的阿姨。英雄观察，就生机呀，身边随时有护卫，有护卫。他说公会用意思啊，莫非行爱电视机，电视机。多数之事不成功啊，强势离开他腹中，他腹中。待求只怕时下不了啊，一切安排变成空，变成空。总得我安养人下去，我一定会本人认出来嘅。到时节太数忙波，我可能就性命难保啊！这，唉，算呢，出来研究的也有18块。既有太数，不如数下血量，休息一下。为嘛该？是非，到底系为嘛该？你用办做得一次嘅对待我，你明明知我对你是真心该，难道系我表现得唔啦？故所以，你将狠心让我抛下，唉，幸福呀！你为嘛该？我用一种嘅方式来逼我放下你，为嘛该？我到底哪位做唔错？到底哪位做唔错咯？天公伯啊！哦，迄嘛啥？啲啊，太上世上嘅到底迄嘛啥？太哥，你用位伫要位啊？哼，马上系你太高啊！冇啲嘅半路人。面前那面那面那，太高记，为何人人唔来认？看其笑容泪满面，到底何事非才艺？骗你冇多干闲事，心中痛苦是难解释，对你本将就冇意识的。要吐露心马上啊，莫哈巴斯啊！哎呦，太哥啊，你信用班的啊，看起来心情都唔好啊。点解心情唔好就冇来养爱啦？吼，太哥，我系关心你将来问你嘅。迄阮做骗人啊，早就骂过去的，操心啊，操我嘅休息吧。你呀，你怎么个惊喜爱太高啊？太哥，你迄结婚的迄么？我系你嘅老妹秋莲吗？忙个秋莲啊！我让你讲，我冇老妹。太哥，你唔用安尼，一输去啊就唔认人。输去，错啊！也系太哥，老平常嘅太哥冇嘛强样。平常太哥就唔会对我发脾气呀。有奇怪。问清楚，张哥讲。好啦好啦，既然太哥你唔认我，
就算呢，今日是伫咧欠嘛嘅呀，讲出来参考参考。某一天啊，我做得老二想办法，总比你一等你睇下输气好啊。这，哎呦，又这，又挨，真是急死人的啦！啊，我知咧，一天也会听到人呢。你快些讲，咁么太哥，我连转木卡三角讲。亲不懂你叫娘，难逃姑娘莫带了，那位娘妹来亲模样。讲把口音来变模样，口味逍遥上中意。心机如混又担忧，生怕家人是朋友听。哎呀，爱娘办账号，派人请各位姑娘的下落，既然已经按旧了，都更加无消无息。唉，难道是家当外向了？还是做义不切，怎会无也个踪迹？真是使人该心急吧！奈何事啊？何事啊？咿呀他那在胸啊风啊，来爱人啊是啊，不出那天啊，听见我难那头啊，像是啊听啊，来。你睇我卡，干你啊！哎呀！此你迎面貌。抢走江，为何上来一模样？世间其实来多又多，良人竟然强相望，面貌相同，似送上。非是兄弟莫见面，竟然有此来考验，娘不令你成体机。
这位英雄抢了啊！英雄抢了，想不到俩世间特别只是竟然不按你两三都到了呀！嘿呀，呀，真是有眼呐！要为太公，真是失礼嘞！我真嘅认错你了呀！冇关系，冇关系，马上很爱老两位英雄上得一次相抢啊！老妹，你呀，偏偏又充满个太富了呀！冇啦，太公，头到我印象也个太公认真恨你呀，又因为你爱讲情事啊！你呀，做事就爱用心，懵懵懂懂个。哎呦，太公，我呀老人会死你耶，你呀莫个再念我嘞。错啊，太公，要逍遥上中，太细嘅事情啊，就系上主的管理。那你系逍遥上嘅小上主，那你就帮忙呀个太公，结结有乜嘅难题呀？我嘅问句，一种老爱讲，可能啊。我黑姑娘，你莫放偏讲。好啦，你先下去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好，太公，那你啊，我好好帮你咯。那么我人就吐转来咧，那不请快些嘅。你也得快些呀。好啦，哥哥先下去吧。多谢太公。两位英雄。真是排泄，我老妹做事很鲁莽，强你而言两句呀。英雄冇要紧，方才唐朝人讲你是小上主啊，猜下不才，这中文无理见过小上主，不是英雄冇有其次，人家连人相逢，相信就是有缘分啦，这。多请上主咯，来，英雄，你坐定个，好。方才听家妹出去讲，你遇到乜嘅困难，不妨你讲出来，你商量看看，冇听错，我也做得让你听帮忙，也错，你是小上主，两件事情。还麻烦你替我听处理呀！继续抢英雄，小上主，我老表妹从细抢妹做马强下台，感情同好，马沙迪呀，半路杀出一个人来让我抢表妹呀！表妹，马会长，对了，今日啊，这对字体，既很系表哥，难道？嘿，出去很嘅啊！再试探看看。对了，英雄，呀，抢人嘅爱人也真是不应该呀。小上主，你可敌还有更加可恶嘅呢？好，更加可恶嘅。嘿呀，想唔到啊！我表妹竟然怀孕啊！哈，怀孕咯！然后呢？然后，哼，表妹有神风，也扣起俺用会吞的咯，俺就去拿东的爱吃表妹，哈，吃人表妹，结果冇吃上啦，啊，给我用钱阻止的，好像冇吃上呐。小上主，你讲乜解呀？冇啦，俺是出去问你过来呢，过来哦。所以本来欠的呀，现在嘅用钱竟然啊爱变哎，眼下一个热衷啊，点用会做得啦？错啊，用会做得，无叫做事，拍叫神胆呐！错，做唔得声音，今日嘅表妹情形咁有前度咯。